苗栗3期真出名的景点凉亭长桥是3级的古迹，因为建筑的技术甲工法拢真特别，互俄罗斯台湾铁路艺术的极品。因为经过几啊届的地动，惊这个桥会崩掉，所以县政府为去年的9月开始进行着稳固的工程。伫3座长桥之间起2座钢铁的半圆门，但是乡亲真嫌毛，讲真歹看。苗栗3义乡的有名景点凉亭长桥，当地的施工，工地人员伫咧3座长桥的中搭这2座钢铁制作的环桥门，要来凸这3座长桥。金白色的钢铁就踩伫咧红砖啊甲边啊，古早建料含现主时的材料斗做伙，互真侪人看到，拢感觉真爱叫。不像古迹了。你觉得不好看呐？但是也要为了要保护那个古迹。这古迹不是说不能修复、不能维护，只是说你要添加的东西还是要遵照古法再来修复，这才是真正我们原来的古迹。来这佚佗游客都无共款的想法。会不会让它再那个了？我觉得没关系啊。觉得很特别，如果又倒了，就整个都没了。凉亭长桥爱用环桥门当桥的因端，就是凉亭长桥伫咧116年前完工到搭，拢毋捌修理过，伊是日本时代海拔上悬、跨上远的铁路桥，用砖甲落去框的，嘛互叫做是台湾铁纪录上了的艺术品。因为1935年一场大地震，叫震甲总动去，92大地震，佮互第4号桥顶半部放弃。巴黎长桥嘛，因为经过真侪摆地震，结果较少，官府才争取480万的经费来改自好用。结构技师、还有文化资产审议委员、还有建筑师、还有文史工作者都有经过讨论，其实是一个权衡的做法。官府讲，环桥门搭好势了后，袂该刷走。不过为着好看，环桥门踩好了后，地擦黑色的喷漆，安尼看起来就较袂怪怪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